来看社会新闻，有中企一条龙外号经营漩涡旋就成立的保值的公司进前，才发生总裁张雅丽涉嫌炒股票，互人约谈。今嘛又搁被查出来讲，因老爸也就是董事长张德宏，利用关系企业以不实的资料凭证，诈领观光局的旅游补助100多万，将检调呢兵分三路约谈7个人。张德宏10万块交保了后，看到真侪记者，伊讲一切拢是为着公司设想。 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穿一身蓝色的西装，面对着媒体态度真轻松。伊是保德力集团董事长张德宏，因为涉嫌诈领着旅游补助金，去互台北地检署来约谈，后来以10万块交保。那对于说被控诈领旅游补助，你有什么说法？没有什么说法。底下都是为公司着想啊。中开十足，讲一切拢是为着公司好。这边总共7个人到案，因某对伫身躯边20万交保，若细判这个总监是12万交保。早点休息啊，辛苦了。 交通部观光局来清查，保德力关系企业中华情旅游集团，伫咧2022年的时阵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资金出现问题。张德宏就涉嫌利用旗下包括系统等等多家旅行社，以假资料甲凭证，用中付出团或者是加保接待旅行团数目的手法，诈领着每一团3万到7万的补助，得手的金额超过100多万。这样一整颗红喜珠叫红喜珠，我们最新台湾研发的产品。流利的低头毛形象看起来真强卡。张德宏的查囝张雅丽嘛是保德力集团的总裁。伫咧厦门出事，过来台湾，专门为中国旅客创立购物商城，提供一条龙的服务，嘛经营山湖甲选择的生理。验过这位商场的女工人，今年正月却因为涉嫌着炒股去防移送北检。我要澄清一下。 风暴会用的讲是一件接一件，首先是炒股的问题，后来又搁爆出着诈领补助费的争议。保德力嘛发声明来解释，申请旅游补助甲本公司无关系。验过到底台面下有偌济不法的代志，就爱等检调来调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